们，欢迎收看《绝版赏析》。今天我们将结合张云霞的几个代表作品的片段，与您共同品味张派艺术。如果说上个世纪40年代是第一批粤剧流派发展成熟的时期，那么上个世纪50年代，粤剧在共和国的旗帜下走向辉煌，诞生了第二批粤剧流派。而张云霞的张派艺术便是在那个辉煌的年代中走向成熟的。他以一系列鲜活生动的人物凸现在粤剧舞台，也深深地印入了观众的心田。张云霞这个给我们的感觉，他善于学习，善于变化，善于创新，那么他都是落实到人物上面来，就是一切从人物出发。这也是张云霞生前他讲的一句话，他谈的自己的体会就是把一切都落实到人物上面来。由于他一个人物每创造一个人物，创造一个角色，他要设计新的唱腔，他要设计新的舞台动作，因此他每一步腔都不一样的，每一个人物在台上的形象也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我觉得张云霞的作为一个粤剧艺术家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人物一个样，一台戏一个腔，是吧？一个腔，所以他这个我们的那个昆曲大师于正飞啊，于正飞这个先生呢，生前给张云霞有个题词，叫学流派唱流派，师承一派，这个约人生这个言人生唱人生世外后生，这个是对张云霞的舞台艺术的最高度的改革，用角色对比的方法，从伊拉比较多的共性当中去找出伊拉个性的特点。比方讲，李翠英、陈草，伊拉两个同样是个花旦的行当，同样是天生活泼、聪明机智、仗义救人。但是李翠英呢，伊拉是母女两个人开个小旅馆，伊是个小店主，所以形形色色的人见得比较多。因此伊辣活泼当中带点泼辣，聪明当中显得老成，做事体胸有成竹。但是陈草呢，伊是相国府里千金小姐的贴身丫头，平时是足不出户，所以伊活泼，伊是俏皮单纯，伊个聪明是急中生智，不是胸有成竹。陈草是相国千金的贴身丫鬟，伊为了救公主谢美婷闯入了公堂，辣辣闯堂一场戏中，伊展示了吴知府认事不认理的实点，伊也采用了一丝一丝的姿态。辣辣搿场戏当中，采用的是彩调四宫腔，因为四宫腔呢比较轻松活跃，符合人物性格。特别是当伊唱到最后四句的辰光呢，伊拿第一句到第二句不加过门的连起来唱，第三句到第四句同样不加过门的连起来唱，唱到最后关键分边唱为白，并一字一顿的很有力度的讲出。听了搿头唱，使人的感觉上是两个人好像辣辣争吵，不把对方出话，伊就一口气的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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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的关键分，到最后夫人两字拉开，得出了关键分。像搿两样子的艺术处理，辣辣戏曲当中是少见的。吴知府，我夸你呀！
是不知也，包容英语高明，知府师爷好听上言，国民真相无乱断，我问你是功名良子在哪里呀？高明夫人，你说我是个丫头，不懂得什么叫公，什么叫名。话是乱相参呀参，不必不让着分题呀人。你家宝贝早年是众人等见我是情啊，只要地方无道理，百姓们是很是吃惯马端倪，王权见了是无头，刁钻篱笆当我心，只要无头一侧外，乌云大的天不晴，旁着花树斜，出着草的身，乌鸦见他撒下粪，因此让是很把无上要归他的魂。你师傅百姓女怨理不深，百姓叫苦你不听，这公子知道万两吩咐才看你啊，是非和他有分分清。好你夫人，知道你聪明天下常无中，不道理参悟也难明。我以为我丫头生问题，比起你高明出来，要会几分。张云霞所扮演的角色有很多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，如春草、李翠英、秦香莲等等。但是由于张云霞善于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，演来性格鲜明，从不雷同。秦香莲上路搿段唱腔，是秦香莲带着两个孩子上京寻夫，一路以乞讨为生，非常凄凉悲伤。搿段唱腔是采用彩调慢板来唱，为了刻画人物是内心的悲痛。伊辣辣咏腔上经常加了带切声的转音，还吸收了黄梅戏的旋律，经过消化，听上去非常透贴，没轮廓。张云霞的唱腔之所以优美动听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也就是伊经常辣辣原供应系统特指华氏图供应系统反复交替的使用，辣辣形象里的唱段中呢尤其突出。搿两支既丰富了旋律，又加强了感染力，使观众为之动情。哦。
貂蝉是张云霞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，他将人物内外表里的矛盾和统一刻画得淋漓尽致。在唱腔上也承接了他一贯的善于创新、旋律丰富的特点，华丽流畅。对于这个人物，这出戏，张云霞本人有着很细致的分析。貂蝉呢，是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4大美女之一。以超琼的美貌，机智的周旋了啦动作和吕布之间，挑起伊拉的内讧，引起伊拉的思想战杀，最后呢，完成了一个义父王师徒告别伊的自荐重任。这个戏过去写的人是不少，但是基本上在写哪能使用美人计，搿能呢就容易演成功一种调情的戏。我呢是从角色的入手，我呢是从理解角色入手。貂蝉伊是生逢乱世，痛恨祸国殃民的权奸当道，忧国忧民，伊富有正义感。另一方面呢，伊家道败落，把了王师徒收养，待伊又相当好，所以又有报恩的思想。正由于这个2点，所以当王师徒时间感到束手无策的辰光，伊愿意接受王师徒告别伊的自荐的李关基。伊搿种甘愿牺牲的精神是可敬可爱的，所以我认为伊绝不是一个诗性杨花、调情斗巧的轻薄女人，而是一个外貌美、心灵更加美的奇女子。但是要塑造搿能一个人物，难度还是比较高的，因为既要表现出伊真的本来面目的自然美，又要强压真情，用假情假意的手段，使得动作和礼部中计来思想战杀。我呢就用貂蝉的真情和假情来贯穿全局。貂蝉的基调是真的，所以伊流露出来的是真情实感。但是李关基里向用的情是假的，伊用的是假情假意的手段。但是整个戏以大篇幅用的情侪是假的，所以我辣那表演的辰光呢，就要注意，真要时时流露，但是要处处掩饰；假要假中藏真，要不露痕迹。为了免于流于调情，所以呢，伊不采用搿种主动挑逗的方式来落实李关基，而是辣辣整个自荐当中，伊是以双重的身份出现。辣辣吕布面前，伊是王师徒的义女身份，显得娇羞端庄；辣辣董卓面前，伊是王师徒屋里的歌姬身份，后面就用宠妾撒娇的方式来处理，显得妩媚艳丽，但是要掌握一点，要掩而不耀。这个双重身份的表现，我想是符合貂蝉的一贯逻辑的，也是符合伊的真的本来面目的。这个貂蝉拜月呢，他这个开头的时候啊，是散板，是彩雕腔的散板。这个散板第一句啊，就体现出他这个张排的特点，也是吸收北方曲调的一些优点。
啊，所谓这个论腔寻味道啊，小腔呢是求美。你比如他第一句一枝啊，这个颤音就是这个论腔啊，一枝清香啊，这小腔非常美。颅内分，颅内的分，这个就是张派的特点。来到咪发咪来，这个就是非常柔美啊，小腔用的很美。贵在人哎，高人民，你看贵在人哎，八度大跳，这个跳了以后呢，非常柔美，不感觉到是一种很生硬的。调准从小上舞，十年生死太飘零。你看呢？太飘零，上面这个太字呢，用下的颤音啊。然后呢，飘零就是我刚才讲的吸收那个金韵大鼓那种音调，这个一点都听不出它是金韵大鼓，完全成为张派里面的一个因素了。所以这点经验我们觉得很值得研究的。那么第一段呢，它是这个对乐抒情吧，啊，很柔美的啊，表现这个貂蝉一种这个非常抒情的一种感情。那么第二段呢，它是采调像中板。第二段呢，就是要表态了，就貂蝉啊，为这个魏国能够捐躯，是吧？这个王司徒有困难的话呢，他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。所以这段呢，这段中板是很好的。中板呢，而且是用了清板。我这儿讲一讲那个越剧里面的清板。所谓清板呢，应该没有伴奏的，清唱的啊。这个唱清板是最容易见功力的，唱的不好呢就音不准或者节奏不稳。但是张云霞这个清板呢，它音准板稳啊，字很清楚。这个在这一段呢，就是第二部分那个中板里边呢，就表现得很清楚，并且这段中板呢，不完全是一种抒情的了，它因为要表态嘛，要表示这个貂蝉一种这个为国愿意做牺牲一切的这种精神。因此这段这个中板的清板呢，唱的富于弹性，很有轮廓啊，有刚烈之气啊。这段唱呢，正好是表现了貂蝉这么一个外柔内刚的一种性格，所以这段清板是非常好的啊。所以这个貂蝉拜月呢，是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从这个散板开始啊，慢板非常柔美啊，很抒情，很深情。第二部分的中板呢，表现一种这个貂蝉的一种性格啊，外面很柔，但是里边是很刚的啊。所以这要把握这一点。一般讲呢，唱清板就是马马虎虎就过去了。这一点呢，这个也值得我们青年演员来学习研究的。
观众朋友们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张云霞的艺术今天就暂时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下次节目呢，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张派艺术，欢迎您到时。